The floor is lava。你開。唔識。OK。都未有。OK。收貨。點你 ？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去完泰國冇耐，我就同我另一班嘅朋友去我哋嘅畢業旅行啦。我哋今次去咗歐洲，歐洲旅行睇嘅嘢、經歷嘅嘢都同泰國好唔同。希望透過短短呢幾集，我可以令你了解一下歐洲同了解下我同我嘅朋友啦。我哋而家喺做咩啊 ？drop 低我哋嘅行李。幾錢？幾錢一個？6歐。6歐羅。一個啦。點解我哋要喺度擺低啲行李？咪擺喺酒店，因為酒店如果我哋早 check in 擺低行李，每人10蚊歐羅，係10蚊歐羅。大家嚟到呢個意大利或者歐洲咧，就要好好 take care 自己嘅行李啦，做啲資料搜集，睇下酒店會唔會幫你俾你 check in。好啦，暫時放低完行李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羅馬4大教堂之一嘅聖母大教堂啦。聖母大教堂係第一個以聖母命名嘅教堂，入面有好多由馬賽克玻璃同埋鎏金而嵌成嘅作品。而你睇緊呢一幅畫就係其中一幅關於聖母受面嘅作品啦。其實自己雖然唔係信教，但係就好中意睇歐洲嘅教堂，因為教堂中係可以令到人好寧靜，而且教堂入面嘅每一幅畫、雕塑都有佢嘅故事喺度。而我自己就好享受了解每一幅畫背後嘅故事呢種感覺。嚟到羅馬基本上都係睇教堂同埋古蹟噶啦，而聖母大教堂呢，我就覺得係其中一個必去嘅教堂啦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睇離聖母大教堂半個鐘路程嘅羅馬競技場。一場嚟到競技場，梗係要影翻張相啦。你得嘅。壓個膝頭上去啊嘛。係啊。哦。你上得嚟未呢？想你影佢啊！得。有幾難？你調轉啦，你有個波又趌上嚟啦，得㗎，頂我都係咁啫嘛。我冇力㗎，有啊，1、2、3，根本就用唔到力。你正面壓個膝頭上去啦。提大家，如果你有機會嚟羅馬競技場嘅話，記得一定要 make reservation 啊！因為我哋去到先知，原來如果我哋 make 咗 reservation 嘅話，排隊係會快好多㗎。而因為我哋事前唔知呢樣嘢，結果最後我哋要喺30度嘅情況下排咗半個鐘隊先入到去。諗翻起嗰日排隊嘅情況，真係都覺得辛苦啊！羅馬競技場係世界7大奇景之一，有成1900年嘅歷史。以前佢係俾人獸表演嘅地方，即使一直都有人試為佢修葺，但始終都係敵唔過時間嘅洗禮。你可以見到其實有好多地方已經損壞咗㗎啦，雖然已經損壞咗好多，但都無損佢嘅壯觀性嘅。我而家手指指住呢個位呢，就係以前嘅舞台位置。想像下喺1000幾2000年前，有幾千人喺度睇人獸表演嘅場面係何其壯觀啊！所以睇片嘅你一定要記得嚟親身感受下。另外，如果你想影張君士坦丁凱旋門嘅靚相，我係極度推薦你可以喺競技場入邊嗰個 Souvenir Shop 門口度影，係可以完全攞到君士坦丁凱旋門嘅全景。搭咗10幾個鐘飛機，睇完大教堂競技場嘅我哋，終於可以返 Airbnb 啦。冇啊！得㗎。我驚我兼啊！唔會嘅，嚟啊！男子組，準備開始。到咗 B&B 個老細超級好人咁樣為我哋介紹咗羅馬當地有咩好去，有咩好食。其實與其上網揾乜嘢推介啊，倒不如揾一個當地人仲實際可靠啦。佢提到正宗意大利嘅餐廳係唔會叫自己做 restaurant 嘅，係會叫做 osteria。而喺羅馬呢，佢哋係唔會食我哋平時喺街食到嘅幼身意粉嘅，而係食一隻叫做 bucatini 嘅 pasta。以下就係一間佢推介食羅馬菜嘅餐廳，如果你哋去羅馬可以去試下。但係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哋去咗另一間叫做 Hostelina 嘅餐廳，嗰度嘅嘢食都係好地道同好好食。嗱，畫面嗰個好似意粉嘅嘢呢，就係 bucatini 啦，而真係冇介紹錯，真係幾彈牙同幾好食嘅。食下先發現其實嗰日中午都有食過，但係夜晚嗰間煮得好食好多，所以嚟羅馬嘅你記得要識揀餐廳啊！好啦，咁其實呢，之前都問過嗰個 Airbnb 嗰個意大利人咁樣啦，係羅馬人咁樣啦。咁其實佢都有講到，其實羅馬人啲男仔咧就唔係好中意，即係唔好注重外表啊、打扮嗰啲嘢。咁你睇得出係冇法可言㗎，係連 Gatsby 都冇㗎，係啦。
就呢隻啦，呢隻都係 Aqua Gel 咁樣嘅，係啦。咁 Gatsby 可能亞洲地區多啲啦，咁但係歐洲直頭係即係呢個羅馬係冇嘅。第二日我哋去咗位於羅馬隔離嘅梵蒂岡，第一站我哋去參觀咗世界著名嘅聖彼得大教堂。邊個係聖彼得？咪就係佢咯。彼得係耶穌嘅12位門徒之一，亦都係天主教第一任嘅教宗。而聖彼得大教堂就係全世界最大嘅教堂，入邊有好多名畫同埋有好宏偉嘅建築，所以聖彼得大教堂係你嚟到羅馬或者梵蒂岡必到嘅景點之一。睇到我個樣就知道現場嘅建築係幾咁宏偉啦。作為全世界最大嘅教堂，樓底已經比聖母大教堂高好多好多，而且入面嘅雕塑名畫係真係多到如果你認真睇，真係一日都睇唔晒。整一個咁靚線條嘅雕塑已經好難，但係聖彼得大教堂入邊有成咁多個，都真係幾佩服以前嘅人對藝術嗰種熱誠啊！下一站我哋挑戰咗個好艱辛嘅任務，點解無啦啦會挑戰？睇片你咪知咯。係咪有啲人喺度？係啊。咁點行上去啊？行到㗎。隔離有個檔有另外隻賣。有兩條出邊咧。冇錯啦，就係咁，我哋就踏上咗呢個不歸路，決定要行500幾級樓梯去上呢個 Dome 啦。其實都有方法行少啲嘅，就係每人俾多幾歐，搭一部 lift 就可以行少300幾級樓梯。但係作為年輕人嘅我哋，梗係要趁後生行多啲路啦。挑戰呢個聖彼得大教堂嘅上去嗰個最頂嗰個宮頂啊！穹頂係，大家仍然係18、22。哇，好攰啊！我影唔到盡頭。周嚟咗啦，就咗啦。係啊，就嚟到啊嘛！我信㗎，我真係信㗎喎，我真係信就嚟到㗎啦。Finally 真係到啦！咁可能咧，好多人就會問，去羅馬影相去邊度影就影得最靚？咁我就會答就係呢個梵蒂岡嘅咩啊？Dome 穹頂嘅最高。非常之簡單，去行500幾級樓梯咧就去到啦。Easy breezy。係就係辛苦啲，但一上到嚟見到個靚景就咩都開心翻晒啦。老人家講得啱，真係趁後生去多啲旅行啦。過多10年，莫講話行樓梯啊，我都唔知連睇教堂嘅力氣都有冇啊！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段小遊記啦。下集等我帶你去 Florence 同埋 Croatia 睇更多唔同嘅嘢啦。不自在，我知道，朋友，這是愛，想要問明白，他接不接受你走進他的生活。你哋應該真係會似嘅。The Forest Love。5、4、3、2、1，停㗎啦！我唔敢啊！